在那心里当时的我只有光光被打开，我给你两个字的所在，但这阵风残留目屎，你的模样，只有听放了这我的早。 好最长的目屎，行你心内，你爱谁人知？一杯饮予我，一嘴饮予咱，所有的后悔，咱后照过，斗阵搁饮一杯。Let's go！ 最初的好朋友、伙伴们，让我们看一下后方，我们的音控，大声音响，小豪，好懂，谢谢小豪，谢谢大家做了一份，我们的最后方的音控老师，我们有请大家小豪，好懂，王董，谢谢王董，李强浩，我们要谢谢我们下一个人，他有在里面吗？小方，不是小二，有一只大小方的一只吧？谢谢我们的助理，点击谢谢，好，谢谢，他在门口帮各位开票的那位，对，周边商品的，对，周边商品脸很臭的那一个，他真的很辛苦，你看他坐在那边，每次说他还要订便当，他还要雇5个酒鬼哦，配鬼。 谢谢我的机器侠，拜托我的技师，对，谢谢他，这是刚刚大台上的这一位代表练机的机器侠，感谢他一路的帮我们唱，也一路的帮我们handle一些东西，比如说送酒啊，他很客气的，好，我去帮你们送，他什么都义不容辞，他就也可以嘛，你先不要，你那个太厉害了，炒饭吗？炒饭我们都直接去他们家吃。